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就是无有无第7条。这日无的意思就是爱专心、爱注心的意思，像咱讲无本，就是爱注心根本的工课。另外，这日无嘛有工课意思，像咱讲公务、事务。啊，那农务的意思就是做田方面的工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义务，代表咱人伫咧社会应该负的道德责任，或者是法律上的责任。像咱讲纳税、受国民教育，拢是咱的义务。另外，义务嘛咧讲是爱做的代志，无收钱。第二个词，读做无必要，代表讲一定爱安怎，像讲无必要爱认真，无必要爱用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听到两个厝边伫咧开讲，讲到饲囝是义务，啊那食囝就爱看新妇，无必要爱觉悟到饲囝饲大汉就是某的这个道理。两个厝边讲较爱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无提供予大家参考。